機械人國巴洛萊亞帝國想侵佔同霸佔地球，而可以挽救地球危機嘅就只有一隊有無比威力嘅超力戰隊。超力戰隊 ，Go Rangers！今期又嚟同大家分享戰隊老物，嚟自於 Bandai 喺1995年推出嘅超力戰隊超力變身 Go Rangers。1993年 Bandai 推出咗呢種美版嘅恐龍戰隊翻頭人偶，喺歐美地區應該廣受小朋友歡迎，所以喺後續嘅戰隊作品入邊 Bandai 亦都相應咁推出咗日版嘅翻頭玩具，當中就包括咗呢套超力戰隊超力變身 Go Rangers。每盒玩具都包括一隻戰隊人偶、一張貼紙、一份武器配件。貼紙主要係手套同埋靴上邊金色嘅圖案，同埋腰帶中間嘅圓形。武器配件包括戰鬥手杖、超力雷射槍，仲有戰鬥手杖同埋雷射槍合體之後嘅超力粉碎槍。手杖同埋雷射槍可以收納喺腰間，而合體之後嘅超力粉碎槍就只可以揸喺手上。當1993年 Bandai 第一次推出呢種翻頭嘅戰隊玩具嘅時候，我哋需要手動將頭部變成變身前嘅形態，先至可以通過觸碰腰帶位置嘅開關實現頭部轉換。為咗更加方便小朋友把玩，到咗後邊嘅戰隊 Bandai 就將開關改成咗喺背部，並且實現咗一鍵來回變換。除咗由星野吾郎變身而成嘅紅戰士，日版嘅玩具仲包括咗由四日市昌平變身而成嘅綠戰士，由三田裕司變身而成嘅藍戰士，二條樹里變身而成嘅黃戰士，同埋丸美圖變身而成嘅粉紅戰士，總共5隻。而好奇怪地，當年唔知係咪出於對身形嘅歧視，喺劇集後期由死僆仔阿力變身而成嘅國王連者，並冇喺呢套日版玩具入邊推出。日版冇出唔緊要，當1996年美版嘅恐龍戰隊嚟到第3季西奧戰隊嘅時候 ，Bandai 亦都相應咁推出咗美版嘅翻頭玩具，當中就包括咗呢隻美版嘅金戰士，亦都係日版入邊國王連者同個皮套嘅造型啊！美版嘅國王連者的確唔係咁易收到啊！大家見到我呢隻除咗塑料法王之外，掛武器嘅地方其實亦都開盒已經斷裂。除此之外，日版嘅黃戰士亦都因為塑料老化，開盒就已經斷腳。所以為咗完成今期視頻嘅拍攝，除咗另外收咗一隻散貨嘅黃戰士之外，亦都需要將呢隻斷腳黃戰士嘅武器掛件移植到國王連者身上啊！而國王連者只配咗一支國王權杖，並冇其他武器配件，好彩亦都係軟膠嘅材質，唔會太容易玩爛。所以話呢啲老玩具視頻，你哋都係且看且珍惜啦。畢竟係美版嘅玩具，所以人形頭雕亦都改成咗美版西奧戰隊入邊嘅鬼佬頭雕。當中又因為金戰士係由初代恐龍戰隊嘅隊長 Jason 繼承其力量，所以呢隻美版國王連者嘅人形頭雕亦都換成咗初代恐龍戰隊 Jason 嘅頭雕。而美版嘅玩具亦都將日版原本係貼紙嘅地方改成咗零件上邊自帶嘅花紋同埋塗裝，手臂同小腿則改成咗硬膠。日版嘅呢兩個位置，由於係軟膠嘅材質，時間長咗就會出油，導致貼紙貼咗上去之後，好容易就會趌晒起身啊！如果唔係為咗展示俾大家睇，我真係一隻貼紙都唔想貼啊！歷經苦難，終於完成咗今期視頻嘅拍攝，你哋識點做㗎啦！我哋下期再見。